干嘛？怎么了？啊？去，大半夜去哪儿？去找红果。我能回来吗？好。觉美睡觉太吵了，还踢人，我就回来了。没事，你继续睡，我睡沙发。你醒了？早，才7点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你可以睡到自然醒的。我想和你一起吃早餐，我来做吧。做什么？边做边想呗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你接着睡吧。我去路上买点，或者去你家超市。你是要换衣服吗？那我去洗手间换。珊珊，是不是吵醒你了？你随意啊，当自己家一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知道你昨天住这儿，我们昨天通宵创作来着，想着过来补个觉。对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你撞到新鸳鸯蝴蝶梦了。你们2位下次再来的时候提前打招呼，听见没有？人家穆老师今天是有主的人了，床只能给老婆睡，知道吧？今夕不同往日。没事，不用理他。你去房间换吧，我去洗手间换。哦。明明什么也没有做，怎么就这么心虚呢？
孟老师，我是故意的。孟老师，真不知道。这生气了？不至于。说了不让你们两个来，非得来，怎么着？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了吧？上屋去走。行。干嘛？这不能拿，屋不能吃东西。不行不行，我弄洒了，洒了全是味儿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别弄，你这面就刚吃2口，你咋吃？别坐这儿，一边吃去。好。站着吃，别在床上吃。床上吃不好。行，哎，真是没地儿待。哎，你们说咱们这样算不算是坏了枪老板好事儿？我刚看生生，反正挺尴尬的。咱们刚才在客厅没进去啊？不算吧，俊梅。哎呦，按照枪老板这个恋爱的发展速度啊，咱们很快就失去这个据点了。哎，以后去我那呀，我屋大，我单身，随便找。得了吧，你家多爷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坐地铁都得20多站地，那出门都能打野了。你以后别去，我那不是枪老板他脱单速度太猝不及防了吗？啊，是。还有周某人啊，咱们俩以后啊，估计这屋都待不了喽。哎呀，没朋友。我说你们两个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老实待着吧，少废话了。哎，我你想尿尿了？你别说了，说的我好像也有感觉。站，闭着。别尿不好吧？你等他们两个走了再去上不行吗？你看看，咱俩这唱歌的在团里的地位，我的妈呀！别说了，现在啊，这唱的就是比不过说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回头我也练练。去找红布，将军不可。你感情不行啊？你怎么没有大鼻涕？哎呦，我一动情感，我就只剩大鼻涕了，只有大鼻涕。来，在人家找红布，来，将军不可。哎呦，他找不了红布啊！要别的别。客厅没人了，你去洗漱吧。我胳膊疼，轻点哥，疼。哎，不找了，走。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这个是新的，我用了。我拿走吗？拿走了，下回来用什么呢？哎，我来说吧，这是我睡的。不用，又不费事儿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谢谢光临。欢迎下次。等会儿，你挂科了？不是吧？这都最后1学期了，你挂什么科啊？没有挂科。你吃你的面去，走。兄弟们，没挂科别瞎说。干嘛？生生，我听了一遍，觉得很有感觉。当然，我有很多修改意见，因为明天要走，怕回来再说耽误进度。今晚有空的话，能不能见一面？见面？今晚？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城市啊？我都不知道他是哪里人。我就在莫青城的那间医院，你应该来过。这么巧？我现在就在医院对面的超市，如果你方便，我们可以现在见。你告诉我你在哪，我过去找你，或者我们约在医院外。
你可以先来，因为我不太保证我能现在出去。好，那我就过去找你吧。告诉我楼层，我大概10分钟后就能到。主楼2层。好。哥，我有事先出去一下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回来。好，那你快点啊！你妈今天不在，没办法接我班，我只能等你回来才有空出去呢。哦。哎，我分析啊，肯定还是挂科了。你在这瞎分析啥呀？一天天。生生你好，我是玲珑剔透。来吧，我们去那坐坐。我是这儿的产科医生。哦，坐吧。你好，我是生生曼。我以为你是来看病的，没有想到你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啊。所以平常都很忙，只能下班的时候录，跟莫倾城一样。啊，我们家有很多医生，你家莫老师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你们家？我们是亲戚。我是他堂姐，没想到吧？没有，他身边的人完全没有提过。我跟我堂弟呢，早就有了君子协议，在圈子里面互相不承认是姐弟。而且他后来越来越红了，就更不会说了。不过，绝美知道我是她堂姐，没告诉你吗？没有啊。绝美你个大腹黑，不光没有说，还借机制造误会，说玲珑剔透暗恋他，人家明明是亲戚。你怎么这么开心呐？啊，没有。哦，所以你找我做歌，不会因为我和莫倾城是？那怎么可能？我才不会拿自己的专辑开玩笑呢。我非常重视这张专辑，算是我对在这个圈子的一个纪念吧。哦，莫医生去吃饭了，你先去吧，我朋友来了，先聊会儿。好。前几年我听到你的歌，就很想跟你约来着，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。幸好过了几年，你还在这个圈子里面。那时候我好像都没有入圈，就是偶尔帮同学，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圈子专门做古风的音乐。后来做的渐多了，也才有了感觉。那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几年前我在筹备专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给我发过 demo？ 你知道啊？对呀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好像用的都不是生生曼这个名字。可是我记得你的声音啊。那一次真是可惜，我记得我当时听到你的那首 demo， 我就觉得也太好听了吧！而且这个姑娘又会写歌，又会编曲，清唱。是这个呀，最后这部分就是这样的，差不多就这样啦。然后呢，这边跟我说，生生，所以说你进修前还是见了生生。那当然了，你藏得那么深，我还不得主动点儿？他叫你过来你就过来。正常合作当然要配合呀。那万一他是坏人呢？去你的！生生不傻好吗？而且约在医院能有什么坏人？对啊，我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见的哦。你堂姐在网上公认人品好，所以我才答应见面。好，你就帮着他吧，他想见你很久了，我一直替你挡着呢。藏什么呀？迟早都要见的。我们聊完正事儿了，你们可以去约会啦。
明天呢我要飞，还有很多事儿没有交接完，就不跟你们吃饭啦。我送你们俩下楼吧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好，走了。哎，莫医生，要麻烦您签个字。都说等会儿那检查能看见小孩那个小手小脚，可好玩了，看把你高兴的。哎，姐，你快看，哎，这生生怎么来妇产科来了？好，怎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我妈。妈，你可千万要思想纯洁。我就是来妇产科和我男朋友他堂姐谈如何修改编剧的。我先回避一下。能介绍一下吗？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在这儿介绍多奇怪啊！那你这个不解释清楚，能过这一关？爸，阿姨好。小姨，阿姨好。这是我男朋友。阿姨你好，我叫莫倾城。你好。不是你在这干嘛？阿姨，我解释一下，您可能有点误会了。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，生生来这儿是主要找我堂姐聊一首编曲。我堂姐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，恰巧她也是妇产科的，所以我们才会出现在这儿。你也是妇产科的医生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是心外的，在楼上。他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吓死我了！我说我们家生生不会做这傻事儿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生生妈妈。阿姨你好。啊，这是生生小姨，那个我今天来陪她做产检。啊，你也叫小姨？好，小姨好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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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你好，我是她的堂姐，也是这儿的妇产科医生。这一位我应该是叫姐姐还是？生生的小姨。对，生生的小姨。对，你们呀都得随着生生叫小姨，叫小姨。虽然我确实比我姐小了10几岁，小11岁，那就叫小姨啦。啊，小姨不好意思啊，我明天呢就要去进修了，就没有办法照顾你。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医生。哎呀，不用，哎呀，那太不好意思，太添麻烦了。我这有一个我一直看的医生，姓赵。啊，赵医生啊，赵医生也很好，平常很多人排队都挂不上他的号呢，有他在你放心。放心放心。叫你了。哎呦，对呀，我这把这个事儿都给忘了。对，我得先进去检查。莫倾城。那个莫医生啊，在医院呀，还是叫医生比较适合。对。那个你们呀，慢慢聊，多熟悉熟悉，那往后都是一家人了。那我先进去检查啊，我陪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陪小姨。哎呀，那太谢谢了，那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。阿姨。哎，小姨做产检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，要不我带你们去医院的咖啡厅坐一会儿。
啊，好啊，在医院听你的。这边请。好。妈，交男朋友是好事，怎么告诉我啊？哎，走了。你好，3位，要一壶花茶。稍等。好。阿姨，您坐吧。哎，环境不错啊。哎，你坐这边干嘛？习惯了。我们家生生还不好意思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陪我们不会耽误你工作吧？哦，不耽误，阿姨，我下班了，下午要去一趟分院，有个门诊。啊，好。你好，你们的茶好了。谢谢。阿姨，你的茶。嗯，好。妈，喝茶。哎，差不多行了，别一直看了。初次见面，多看2眼怎么了？看了2眼，差不多就够了吧？人家没哄你哄什么呀？你住的地方离医院远吗？啊，就在医院附近。也是，你们医生平时你妈见到江青慈了？还是近点好。是，今天好。那父母是本地人吗？是，而且都是医生。啊，是吗？都是医生啊。不错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独生子女吗？王可。啊，是吗？我们生生也就一个。描述，具体什么情况？冷静，自持，得体。哎呀，微笑不深不浅的。我让你描述一下他们说什么呢？快！哎呀，说话什么听不着，那离那么近，回头被发现。妈啊，别问了，啊，我没有问题。你自己不主动说，还不许我问啊？喝茶，妈喝茶。王可在偷看我们。阿姨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安排一下下午的门诊。哦，好，你忙。好。哎，王老师起来了，哎，估计去前台了。但是依我看，孟老师肯定有点演的成分。我今天喝茶这么紧张不紧张的？肯定紧张。平时玩的帅啊，不代表见丈母娘 OK 呀。这莫老师也是人，也有怂的时候啊。你别说他，到时候轮到你，你还不如他呢，对吧？去哪儿呢？小伙子不错呀，你怎么不早点开给我？哎，孟老师，这么巧啊，上班呢？被逮着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眼睛不太舒服，我过来检查一下。眼睛不舒服？哎呦，我看你眼睛挺好的，看得挺清楚的。啊，是吗？那这疼得厉害，而且我这眼睛大吧，就容易进沙子。哎，孟老师，那你忙着啊，不打扰你了，我得赶紧取药去。造福的是大家，被枪毛的眼神瞪的可是我。行了，你辛苦了啊，早点回来吧啊。他怎么想的？说自己眼睛大，谁信呢？女孩子胖一点好，以后啊想吃什么跟妈妈说。久等了。呀，你忙完了？啊，这个你别看我们家生生他还在念书，但是他从小就多才多艺，他不仅会唱歌，他还会作曲呢。我知道，他写歌写得特别厉害。哎，对你有那个音社叫什么来的？朝朝暮暮音社。对，他有一个叫朝朝暮暮的音社。你不知道，上个月在桂林阳朔，当时搞了一个大活动，网上直播，那个啊，效果特别好，好多人在听呢。这个我也知道，阿姨，我也看了。你也看了？
当时生生让我看的现场直播。哦，对了，你最后还上台表演了，对吧？对呀，你还唱歌了呢？啊，对呀，我以为你忙没时间看。正好下班了那时。你唱歌，我怎么会不看呢？哎呀，他作曲写的那些歌啊，那都是古风、中国风。是，他在我电脑里存了几首，我经常听。因为平时在医院工作比较累，比较忙，听到他的歌，整个人会轻松很多，是个非常不错的消遣。知道劳逸结合，好孩子。啊，这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古风，但是生生每次做完曲，他都会给我听。我这一听啊，还真好听，哎，比过去听的那些歌好听多了。没错，确实好听。哎，你们聊着呢啊，你做好了啊？我好了啊，那咱走吧。好，你好，买单。我来买吧。啊，不用。哎，车到了啊，小心台阶啊！慢点。谢谢。我一会儿就去分院，随时联系，到家告诉我。阿姨，这次见面实在太仓促了，下一次我一定正式的登门拜访。啊，我想说，我对生生是认真的，是完全以结婚为目的去相处的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再见，阿姨。走了。姐，这孩子面相真不错哎。配得上我们家生生，配得上。哎呀，妈，小姨怎么了？啊，走，来，上这宝贝儿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刚才趁着产检呀，我跟那赵医生好好打听了一下，人家说了，这孩子啊真不错，做事踏实，技术高，人品还好。真的？哎呦，你这样去问，不会影响孩子工作吧？他又不知道咱们什么关系啊。那倒也是。对呀。哎，不对，哎，赶紧停车，快，师傅，停车。怎么了？哎呦，咱不是说你老公来接我们吗？咱怎么打上车了呀？对呀。师傅，那您先送他们回医院吧。妈，你送小姨回家，我一个人看超市就行了。别介呀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俩一起去超市的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一个人看着就行了。哎，生生，哎，我可以的，我宁愿自己一个人看超市。这孩子，生生脸皮薄，这是害羞了。瑶瑶，咨询个事儿呗。你说，如果说你有个朋友，他约你去书店买书，但约的是郊区的书店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问你呢，你问我干嘛？茂哥，你说我把他约在郊区那个分校，他过去的话，会不会太麻烦了？有没有分校在那儿？那也是郊区啊，不嫌远吗？我就是因为远才约在分校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啊，我把他约在分校呢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先买2本书，
然后我顺便把照片给他。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坐校车，这校车一路上晃悠晃悠的，浪不浪漫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追你呗！哦，不，他应该挺多女生喜欢的吧？就朋友。约人买书，这年代约人买书就挺有意思的。对你有点那啥吧？那为什么约在郊区呢？浪漫吗？不浪漫吗？浪漫。哎呀，我觉得也挺浪漫的。我说你织这个东西还挺漂亮的，下。以后我有女儿了，你给我女儿也织一个，好吧？先看你明天浪不浪漫吧。哎呀，就为你这个也必须浪漫的，是不是？来了。你听黑胶啊？啊，我们录音棚也有台唱片机，大家每个星期过来轮流买唱片，一块儿听。你也喜欢听吗？哦，我以前没听过。好的唱片啊！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老电影，里面有个女孩有一整面这样的唱片墙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我长大以后也要有这么样一面唱片墙。后来MP3 就出现了。对，后来大家都用电脑听歌了，现在都是用手机听，数字化了，听黑胶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听黑胶吗？因为你喜欢文艺、复古，还是黑胶音质能更好一些？因为黑胶它是物理刻录的，由于唱机转速还有空气湿度这些因素的不一样，你听同一首歌，每次的感受是有不同的。同一首歌每次听都不一样吗？理论上来说是有细微差别的。那还挺浪漫的。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古典可以吗？来。我刚刚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觉得黑胶好神奇，好有仪式感啊！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来录音棚随便听。你要不要看下书？好啊。老板，那2个肖邦的帮我留一下。哎，好的。谢谢。
哎，有你签名，你看。我看。哦，这是我一朋友去年出的书，让我们帮着签了几百张呢。这书签也是随机的，完美配音的人都签了。那我买了。哎，你要是喜欢签名的话，我回去找录音棚的书给你随便签。不，我要自己买。这书恰好没看过嘛，买回去看看，就当支持你朋友了。恰好被我翻到，注定就是要买的吧？好吧。这雨好大。哎呀，是啊，不过我还挺喜欢下雨天的。你觉得呢？嗯。这个快了，每天下午有2辆校车回学校，还有10几分钟。不着急，慢慢等嘛。我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啊，我们公交车站就一个杆子，然后放个牌子，可没有这种能挡雨的东西。那你要是跟我回学校的话，回家你方便吗？我等下不回家，我直接回录音棚。等会儿可能下雨天打车麻烦点吧，但多等等总有的，是吧？我要早知道下雨，来分校就好了。我觉得来分校挺好的。哪好了？你说你大老远的跑过来买几本书，市区又不是没有书店。就当是来体验一下你们分校区的环境嘛。我读书那会儿可没有什么分校区，我们只有一个总校。这次就算是借您体验一下。哎，有一次我们见面，就是在下雨，记得吗？记得。我记得我们是在车里，对吧？车里。哎，来，走吧。等一下，这边。这袋子不防水，傻瓜。走吧。慢点啊！别！等一下！不着急，让他们先上吧。我看他位置还挺多的。你往后面站一点。好啊。先走。走吧。走吧。挡着点。谢谢。上吧，你先上。往后面坐吧。我们坐那吧。坐那里。我帮你。谢谢啊。好了。雨好大。怎么了？头发。哎，我给你找找纸。哎，我好像带纸了。我好像忘了。那。谢谢。擦一下。你带纸了，这么细心。没有，我平时不带纸，我就是今天出门的时候问了一嘴茂哥，他提醒我的。你擦我。你要帮忙吗？你先吧。我别帮我擦了。不用，你在外面淋的比较湿。我男生没事。你来吧。我开始擦了。刚谈恋爱的时候都这样，不像咱们两个，现在拿到什么都先抢。谁敢跟你抢啊？你还敢狡辩？你没抢吗？抢了，都是我的错啊！哼，
那你擦吧。啊，我不用，我看下电话。我们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先回个信息啊。你周末还工作？我们自己创业，没什么周不周末，平时都这样。我现在不方便说话，你们先说，我听着，有问题文字回复。老板，你在哪呢？在一个大家都睡着了的地方。醒了？你只回微信到现在吗？哦，我看你睡着了，回个信息。老板，约会呢？那个你们说我静音了啊。你在开会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说的没听到吧？怎么？你刚刚没静音你说话，现在静音了，怎么不说了？我不知道。没事儿，那我先开会。你先开我不说。好。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行。那差不多了，等会儿你们把会议记录发我，我先挂了。好。哎，你有笔吗？笔？哦，有。等一下。这个可以吗？好。谢谢这位沙溢老师。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我把杨硕的照片用网盘发给你。哦，对，照片，你发我就行。好，发过去。收到了，谢谢。今天外面风好大，刮得呼呼的，宿舍和食堂中间那棵大树都倒了。那你害怕吗？我可以陪你打电话。我都几岁了，还听风声害怕？哎，我得先去洗衣服了。这个时间点洗衣机用的人少，比较好抢。那去吧。那我挂啦。生生今晚在家吧？哦，应该在家吧。那就好。今天高级别预警，好几条地铁线都停了。幸亏你早回来了，不然被困在分校区怎么办呀？我先去洗衣服啦。这么大的雨，也不知道他安全到了没。
写什么呢？干嘛呢？嘿，你挺自恋呀你！什么练练签名？哎，干嘛？我给你来一个啊！哎呀，怎么着？比你好看吧？哟，签名大比拼，我也来一个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啊？这都是要成本的，你们签完没人要，这本子怎么办？这什么意思呀？虽然我们俩知名度没有你高，但我们也是有名有姓。虽然我们俩签名的机会没有你多，但我们至少要有自娱自乐的权利。你刚才说话是不是太过分？太过分！还不是你们两个到底有事没事？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就回来了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呢？你说，这要是被大雨困住多浪漫啊！在分校区的教室里坐上一晚上，哎呀！哎，茂哥，你等等，你说清楚了，谁？不对，你说清楚了啊？谁？谁？没谁啊？没谁。这就没事。我回去了啊，你们聊吧。说话真挨打。哎，这学妹，你有点过分了。你又不是找我救印册子，你再这样干嘛？我这10本我今天都要签。哎，王子鹏，都给我姐出去。我帮你，你等我。你咋了？我这给我留几本。出去。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这是我们录音棚的保留项目。私下都挺可爱的，就是莫老师跟风老师不常过来了，现在1周都见不到一次了。他们忙嘛。你是没赶上我们最好的时候，我们读书的时候啊，大家最活跃，那个时候这可热闹了。快点儿！喂，生生，这么大的雨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千万要注意安全啊！我现在在同学家呢，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，等雨小了点，我就打车回去。你看吧，要害怕，给我打电话哈。怕什么呀？你们可千万别出去啊，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好，你也别出去。好，拜拜。莫医生，你好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来关注一则天气方面的信息。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，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强降水，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。安城市气象台于本日晚上21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御。再为您播放一次，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，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强降水，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。你今天难得早下班，但是这天气，怕是不太好开车啊。哦，没事，坐地铁呗。这时间这天气，地铁人少清静。你是忘了咱们是在分院了，2条地铁线路都停了，怕是没得坐喽。哦，也是啊，没事，那就再等等，顺便吃口东西。行，那莫医生你先休息，我先去忙了啊。行，忙去吧。好。
你在医院没事吧？刚手术完。方便语音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呀？分院还是本院？在分院，下午门诊后边有3台手术，手术完了到现在。那你吃饭了吗？又见螺蛳粉。今天你妈妈提到桂林阳朔，让我想起了那几天的旅游。刚好柜子里有螺蛳粉，我就直接打开来泡了。晚饭。又见，我刚刚还在想又见是什么牌子呢。你到家了吗？没被雨拦在外面吧？早到家了。听你说的，我都饿了。你等我找吃的，跟你一起吃。好，去厨房找。对，去厨房。你等我下个楼啊。在医院值班？是啊，刚换班。帮我去对面超市看一眼。超市？看看是不是有个女孩困里面了，你也注意安全。女孩？你就远远看一下，别进去吓到人家。好，马上去。找到好吃的了吗？还没。我妈没有剩饭菜的习惯。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我妈竟然在家里放了螺蛳粉，你相信吗？倒是巧啊。对呀。你怎么没声了呀？已经泡好了，在吃呢。味道还行，当然不如煮的好吃。那肯定没法比啊！我们在桂林吃的螺蛳粉，那浇头都有10几种，而且那螺丝都是大块大块的螺丝肉。你慢点吃啊，等等我。好，等你。叉子现在已经放到盒子上了。那我们直接视频，能看着吃。不太方便。我外公还没有睡呢，直接视频，万一他过来看到了不好吧？而且今天我爸妈都在。好。报告莫老师，我要开始加调料啦。我都已经吃了2口了。那我要加快速。报告莫老师，我要开始吃啦。那开始了。
这个辣豆我觉得刚刚好。我这碗也是。哇，老板，开门，开个门啊！家里有客人，我先挂了。开门啊，老板！啊，开门！哎呀，哦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打烊了。雨衣有吗？雨衣，我要买雨衣，雨衣！雨太大了，我攒坏了。你进来吧。老板，这雨衣有吗？哦，雨衣是吧？你稍等一下。雨衣。谢谢。多少钱？25。啊，好，我给你钱，扫码啊。这边。手机开不了了。没事没事，算了，那送给您吧。淋到雨了，坏了。那，要不我明天把钱给你，好吧？好啊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这雨太大了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老板。明天我把钱给你啊。你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！谢谢啊，注意安全。你回去吧。进去！来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进去。谢谢你。没事。请问你要买什么东西吗？我不买东西。啊，你是？我来看看。看你。看我？啊，看。哎，那个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那个，我叫张乐乐，那个我是对面医院的医生，莫倾城是我同事，那个他让我来看着他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不好意思，那个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啊，他就知道啊，他可聪明了。哎呀，这真是麻烦你了，外面这么大的雨，你看你都淋湿了，我给你拿个毛巾擦一下吧。那个，谢谢啊。来，谢谢。那个有个事儿我挺好奇的，你说这大下雨天的，莫医生专门让我过来看你在不在？你们关系就肯定不一般吧？你是他女朋友吧？那行，那个莫医生交代的任务我也完成了，那个我还要值班，你先回去。哎，等等，我给你拿双拖鞋吧，你鞋都湿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嫂子。那个我让他给我报销。那吃的呢？吃的要不要拿一点？那个休息室有，我走了。那你小心点儿，那你注意一点。你把门锁上。哦，谁来都别再开门了。那你小心点儿。刚刚你同事来过了，真是瞒不过你，这你都猜得到。他回去了。对，他说他晚上还要值班，就回去了。喂，莫医生，嫂子呢已经是在超市里安然无恙了啊。那个任务顺利完成了，你就说我靠谱不靠谱吧？靠谱，谢了啊。
你光谢谢就完了？我冒这么大雨帮你去做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得好好报答我一下？哎，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搞那种暗度陈仓的？她是不是就电话里的那个花格姑娘？什么时候谈上的呀？啊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回头再跟你说吧。哎，莫医生，现在就走啊？外面雨还没停呢。我知道，我女朋友还在外边。等会儿呗，外面雨这么……嚯，今天这雨下可够大的，没完没了了。哎呀，这天气外卖也叫不着，我饿了。强大厨又不在，我给你做点。你这样会让我对人间美味产生质疑，继而对人间产生质疑。OK？ 嚯，这哪儿抄来的台词啊？临场发挥。唉，这天气，小女孩一个人睡觉会害怕哦。啊？你说谁？说豆儿姐？哇，我豆儿姐叱咤风云，江湖一霸，完美配音背后真正的老板。她怕啥？人家在外面收雨声呢，说这声音逼真，以后能用得着。姐就是姐。老哥，你等会儿帮我把那个工程打开吧，我今晚不睡了，把明天工作赶出来。哎，说好了啊，我可只管给你开工程，其余的我什么也不管啊。好。哎，看见了吗？一条微信没发出去，睡不着觉了。太年轻，还是太年轻。豆豆姐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可太想她喽。哎，你今天很奇怪啊，豆豆姐长，豆豆姐短的，怎么了？你想她了？你们可是做了很多年的兄弟啊，你不能这样。这里除了枪老师，豆豆姐做饭最好吃。我饿了，饿了，明白吗？我自己研究去。我不信。不行啊，我不同意。这歌怎么越播越害怕了？此生有你。有一声将青梅浸透，
有一声将晴空吹皱，拂落了无形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羞怯时候，谈笑着仿佛已牵手，沉默着相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还荡荡悠悠，对上这么晚开着灯，外面看得一清二楚。关灯，要关灯。你就像一条河流过了心头，回响着明月般哼唱的温柔。飞断流长中回首，顾盼流转中相拥，每一生在对一生说永久。我在吃零食。有心思吃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嗯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医院里。那这个时候你可别到处乱跑啊！知道了。生生，你害怕吗？有一点点。喂，你不睡了？不累吗？我没事的，就不用给我打电话。我睡不着。你也怕暴风雨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你过去经常听我的广播剧睡觉吗？高中的时候。那这样，今晚不用关掉电话，我们聊天到你睡着为止。或者，要是实在没有话题了，我也可以给你背稿子。你喜欢的广播剧的台词段落告诉我，我搜出来念给你听。或者有一些我能记得住的，我可以直接背下来给你听。你只要说话，随便说都行。消防车？应该是吧。这种天气，消防出动的比较多。放首歌听。好。喂，喂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帮我开个门。生生，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去。
快进去，快进来。我来。啊，我先开灯。哇，呵，你傻了？路上开的不是很顺利，不然能早到半小时。你从哪来的？我从分院过来的。你看你都淋湿透了，我去给你拿个毛巾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自己睡在超市，多不安全啊！这种暴雨天，坏人都躲起来了，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安全。我来。谢谢。你的鞋湿了吗？我要不要给你找一双拖鞋？哦，没事，不用，我上车前换了的。给我吧。突然觉得住这儿也不错，有吃有喝的。而且啊，随便吃。行，今天晚上你拆了的，我付钱。我家超市，你付什么钱啊？再说了，今天晚上是你来陪我，应该我请你吃，随便吃都是我的。哎，我知道。我来。谢谢。你晚上自己在这会不会害怕？刚才其实挺害怕的，外面都是黑的，只有我们家超市亮着的，立刻就害怕了。这时候把灯关上更安全。先进步。分析的不错。还有音乐开始公放的时候，店里空荡荡的，音乐声越大越害怕，戴上耳机反而心静。哎呀，你里面的衣服都湿了，怎么办啊？哦，你店里有没有雨衣或者雨伞啊？我车里有干净的衣服，我可以拿进来换一下。有，这儿。我刚才本来想吃关东煮的，白天卖的太好，没剩几个了。刚才螺蛳粉量太少，吃几口没吃饱。我刚才过来着急，也没吃几口。好了，是不是饿了？既然这样，要不先记一下我们的五脏庙。有电饭锅没有啊？你要做饭啊？现成的东西，现成的汤，想吃还不容易。有，我去拿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想吃火锅面还是火锅粉丝？面吧，面入味儿。好，走。哎，雨好像小一点了，是不是？开始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么多戏。对呀，好多好多戏。好了，
煮好了。来，给我。你随便一坐就让人这么有食欲，以后我们开一个餐馆吧，就是小馆子那种，没几张桌子。我敢担保，网上排队你得排到几个月之后。好啊，你当老板娘。先尝尝这个。这个给你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啊！够了够了，我吃不完了。吃不完再给我。这个是助消化的，你可以放心吃。确实不错。这个丸子好好吃啊！我要让我妈再多进点会儿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给你尝一尝。你不是爱吃吗？我都吃了啊。一起吃，一起吃嘛。停，不许夹给我，吃。汤。这就对了嘛。那冰柜里还有很多呢，应有尽有。放心吃，随便吃，在我的地盘，吃得起。好，吃。鼠辈敢再次潜入魔界，敢闯烟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？威胁我？睡会儿去吧。不行，我真得躺会儿去。去吧。慢慢弄啊。哎，现在雨还下吗？我这边还在下，明天去苏州。我们学校明天放假了，不让出门，让在家待着。我们也放了，不过我住校。更小杏，我家离得近，在家呢。啊，那今天可以聊晚点啊，反正打雷也睡不着。对啊，好不容易待着明天不上课，那可不得聊到天亮。听错了。阿晨，你是完美配音的老粉，你知道的一定多。继续，刚才聊哪儿了？哦，绝美。我早几年混配音圈的时候，她还挺活跃的。一代新人换旧人了，现在有名的活跃的 ID 我都不认识了，但完美还是永远的神呢。哎，我们这么聊，不会被本人听到吧？真希望他们能来听，正好一起聊。这么晚了，他们应该都睡了吧？没事，他们睡他们的，我们聊我们的。阿晨，你继续。应该就是龚小星的声音，哪个是他呢？我记得一开始完美配音的人都在各地，后来慢慢主力全去了一个地方。对，我记得他们有一次周年庆，几个主力聊过这事儿。黄金年代啊，3大王牌全在。可惜啊，没见过黄金年代。原来是这个。妹子，你是新人吗？那可错过好多啊。哎，你们听说过绝美的绯闻吗？她
他还有绯闻吗？谁？绝美？没吧？玩笑开得多，但他微博只发广告，不和别人互动的。我没看到过有什么真材实料的 CP。不过，我一直和他和豆豆豆比，两人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，年少相识，一起打拼过来的。哎，我也是，这对真的不要太好磕了。我已经开始脑补了，一个帝王音，一个御姐音，太配了。这对 CP 没法磕。哎，你干嘛打字啊？耳麦坏了，我用电脑。哦，那你打字吧，刷屏的感觉不错吧？就你一个人打字。哎，我感觉风雅颂的 CP 多，他那个人百搭，好像和谁合作都能擦出来火花。我喜欢风雅颂，医生，我喜欢穿白大褂的。哎呀，我也是，一开始喜欢他的声音，后来知道他是医生，就更喜欢了。听风雅颂平时录节目，还有周年庆的时候，在阳朔那场，他在后台一直帮新人对稿子，人挺好的。当医生救死扶伤，做配音演员帮新人对稿子，妈呀，风雅颂好青年啊，爱了。是吧？风雅颂人确实挺好的，颜值还那么高。完美配音的完美男神呐！风雅颂好像有女朋友啊，说说看，谁啊？啊，今晚碰上有料的了，快说，给大家解馋。陈听说，不知道真假。哎，本人澄清一下啊，没有的事儿。碰上本尊了！我就说了，肯定有人在听，是本人吗？风雅颂本人？哎，是我，大家当我不存在啊！你们继续，聊什么都行。我就是澄清一下，我单身。哎，打字那个，你听谁说的？打字那个，可不能抹黑我家男神啊！臭小子，碰上本尊澄清，没话说了吧？你忘了有一回几周年庆的时候和绝美说过，我可没乱说。绝美，风雅颂和绝美说过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冯老师，你还在吗？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？鼻子上脸了，一定是绝美瞎编的，或者是她记错了。有啊，反正我不记得了，没有的事啊。好了，我加班去了。冯老师别走啊，再聊1块钱的呀。对呀，好不容易碰上本尊，别走啊！洗干净了，放那个里面。快4点了。要不要睡会儿？我明天正好从这去上班了。住这儿还挺方便的，以后我们偷偷的常来，这样你早上过个马路就能上班。我倒是没事儿，反正住院也是住，住超市也是住。那还是算了，好好的家不睡，睡这儿连个正经的床都没有。哦，这个是平时我爸或者我哥睡的，有时候太晚懒得回家，在超市盘点装货就睡这儿了，所以是单人床。叔叔这么辛苦啊？这个床装修前就在，新装修后也没舍得扔。挤是挤了点儿，但是我觉得也能勉强凑合。这怎么凑合呀？这可比单人床还小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我在呢。好像停电了吧？可是对面的灯都是亮的。那就是超市的电路出问题了，明天再找人来看吧。超市停电了也不方便，那你跟我回医院吧。方便吗？方便啊，
反正现在雨也小了，值班室有几张床都能睡，特殊情况嘛，没关系的。那好吧，感谢莫老师今天过来陪我吃了顿大的，又请我去医院小住。作为回报，我给你拿点吃的吧。够了够了，明天你妈妈来看到超市被洗劫一空了，问你怎么说呀？没事儿，我每次去同学家，他都会给我塞一堆吃的，他喜欢看别人吃东西。还有上次去录音棚，就是他给我的。真的够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床得收起来，不然我妈明天早上来看到还以为有人偷偷溜进来住了呢。好，我来。哎，莫医生，你今天门诊不是在分院吗？这么晚了还过来？对，回来了。下这么大雨，不回家回医院啊？刚好路过医院，回家太远了，开车不安全。到了。这就是我的值班室，随便参观。我小的时候和我外公一起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，这还是我长大之后头一回进医生的值班室。啊，你平时加班就睡在这儿吗？这张就是我的床，有时候懒得回去了，手术完洗完澡就直接在这睡了。在录音棚熬得晚的话，就在录音棚睡。你也熬了一夜了，要不在这眯会儿吧？我去趟隔壁办公室。那万一有人进来，多看看。你把门锁上，我早上回来之前会提前给你打电话，到时候你再开门。好。那我走了，记得锁门，等我电话。拜拜。拜拜。吓死我了！你还没走啊？
对啊，在加班。你想问什么？你知道完美配音这么多八卦，老粉丝了吧？对，从他们创立起，确切说，从完美配音没组建，江青瓷和绝美沙溢在网上小有名气开始，我就在。这样。你是在校学生？刚才听你们聊大学。是。这么晚不睡，不会吵到宿舍同学睡觉啊？他在看片子，害怕，不让我睡，让我陪着。不过我实在太困了，先不聊了，再见。狂风暴雨的夜太适合看这种片子啦，完美！如果你不让我强行醒着陪你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我以为你早睡了，都答应你了，说到做到。啊，你也太好了吧！跟人聊天聊到现在啊？没有啊，我主要是听，没怎么说。一群人在完美配音房间聊八卦，我听着好玩。有八卦听你不喊我，那不是因为你在看电影吗？有啥内幕我不知道的，快跟我说说。哦，风牙颂有女朋友？不可能，他出了名的单身呢。他自己也辟谣了，不过上线一会儿就走了。他居然上线了？他居然空降聊天室啊？对啊，哎，自己社团房间匿名听一群粉丝聊天，好不好笑？什么癖好？我为什么要看电影啊？明天我也要上线蹲他。行了，早点睡吧。晚安。那我也洗洗睡了，晚安。晚安。更小杏，你安全在家吧？不是吧？如果睡着了，明天早上再回吧。更小杏同学，如果我睡着了能回这条短信，那一定是被你吵醒。可吵醒之后看到你说明天早上再回吧，你猜我作何感想？我错了。怎么补偿？你说吧。给我录个音频。哥，你才是配音演员。给我录个属羊的音频，最简单的。怎么说啊？你听着，我教你。你听着，我教你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，
7只羊，8只羊，9只羊，10只羊，11只羊，12只羊，13只羊，14只羊，15只羊，16只羊，17只羊，18只羊，19只羊，20只羊，21只羊，22只羊，23只羊，24只羊，25只羊，26只羊，27只羊，28只羊，29只羊，30只羊。莫医生，儿科那边找您过去。哦，好。哎，张医生，值班室先别进去。昨天台风，莫医生带着家属过来睡的，人家还没醒呢。早。早。啊，莫医生被叫走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哦。你在休息啊？那个你接着睡，我正好去查个房啊，把门给你关上啊。把门锁上啊。哦。哎，喂，我刚刚还以为你让我去开门呢。我在儿科被临时叫过来了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哦，好。今天天气蛮好的哈。走，好，莫医生。莫医生。莫医生，你女朋友刚才醒过，出来找你，我和她说一会儿就回来。谢谢。喂，是你在敲门吗？是我。哦，我来了。睡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的床睡得挺舒服的。现在早上6点多，还没有上班，我们先补个觉。医院值班室，应该就是想补觉吧。医院值班室，我就是想补个觉。我睡这边，你接着睡。那要不要帮你上个闹钟？
着了，快睡吧。啊，困死了。早安。谁啊？我，有事吗？我在补觉。讨论一下病历。来了。要不我先回家吧，等你忙完了来找我。好，我去开门。嗯。对不起，我糊涂了，忘了你在。没事没事，你慢忙。拜拜。人都走了，坐吧。哎，生生啊，外公，你怎么又一个人上来了？哎，来坐。我跟您说了，爬楼梯危险，你不要一个上来，有事跟我说。我上来晒晒太阳不行啊？行，您想怎么样都行。哎呦，昨天晚上这暴雨没吓着你吧？没有。是，有人陪着就不害怕了。对。昨天你妈还说呢，让你爸开车到你同学家接你去。啊？然后呢？然后我跟他说了，这么大姑娘不知道躲雨吗？再者说了，姑娘不让你们去，你们就应该识趣，对吧？生生啊，你跟那个小莫医生相处的好不好啊？好，特别好啊，好，哪天带回来让外公瞧瞧啊！外公这眼睛别看小，看人可准了，尤其看同行。你放心了，外公也就放心了，大家都放心了啊。不着急，下次有机会。好，行，外公坐。好，哎呦，哟，封老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早上，因为暴雨延误了，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的，在机场待了一宿。哦，待一宿，然后闲着无聊就跑语音房间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我听别人说的。哎，你别管了啊。你这脸色有点不太好，昨晚没睡啊？脸色不好？不好吗？我还行啊。过来，给你把个脉。行，把来。好久没给我把了。我说你把脉这手倒是没白学啊。哎，你上大学那会儿为什么不学中医呢？现在中医可吃香了。别打扰我。
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淋点雨，现在嗓子有点不舒服。算什么呢？怎么了？说话呀你！啊？喜脉啊？喜什么喜脉？你知道自己淋了雨嗓子疼，还不给自己冲个感冒凉？一会儿真严重，我看你怎么配音。不正找了吗？唉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眼带桃花，印堂发亮，确实喜脉。怎么说？最近感情有进展了？我这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不是费劲，是费脑吧？智者不入爱河。你和锵青瓷以前能和我一战，现在一个个往河里跳，脑子转的当然没我快了。你小子现在跟谁学的？说话这么贫呢？我一会儿洗个澡，顺带洗衣服。你有没有要洗的？我一块洗了。为什么你每次洗衣服都要跟我的衣服一起洗呢？省钱啊！洗半桶是一样的水电，洗一桶还是一样的水电，当然一块洗划算了。行，这省钱还是你能耐。这叫会生活。天字1号第一省钱，给您的奶茶。谢了，多少钱？不要钱，你的风格买1赠1，这是以奶茶代酒，欢迎你回来。我的呢？你不有感冒灵吗？喝什么奶茶？羡慕了吧？我和豆豆的友谊，岂是你能比的？行，羡慕，比不了。为我和豆豆的友谊，干一杯！可以。生生啊，外公就喜欢吃石榴，就是包起来太费事。那我给您多包几个。好。弄堂口见。外公，我想先出去一趟。好。哎，顾家，怎么了？外公喊你给他包石榴呢。喊我给他包石榴啊？你干嘛去？外公说他喜欢吃，你多包点儿。哎，你就把这活。准备去哪？你想去哪？你要是没特别安排，就跟我回工作室吧。录音室下水道堵了，约了人去修。没问题。可是你工作一天了，我还让你陪我干这个，有点过意不去。忙了一天，就是想看见你。至于看见了，要做什么、去哪，都不重要。走。好像带你回娘家一样。走调。我还以为我睡错地方了。你还以为在天字1号啊？是啊，前几天在天字1号没见着莫老师，没想到回到这个地方倒是见着了。乖乖，期待的贵宾来了，快来！前辈你好，上次不知真身，还真以为你是隔壁学校师兄啊，多有冒犯，多有冒犯。没有。好好说话，我好好说话了呀。他是圈子里前辈，该有的尊敬要有的。跟我呀，不用那么见外。就是不用见外。莫老师，快坐。哎呀，我刚睡觉忘记收拾了。莫老师，你坐这里。你俩这么严肃，这么紧张干嘛呀？再这样，下次我都不敢再带他来了。
枪老板来咱这儿做客，我们得礼貌礼貌。哦，那我也算我们这边的吧。我也得礼貌礼貌。行，那你们这个阵仗，我是不是该说，请大家一定放心，我会对生生好的。你又开玩笑。这不是玩笑。对，绝对不是。从枪老板眼里看到了真诚。其实我上一次来就想说，我觉得你们这儿挺不错的，比完美配音第一个工作室要大。我们这儿是社长找的地方，他在附近一个美容院上班。这儿之前是少儿美术班，这儿老师正好是社长客人，后来搬走了，就赶紧租下来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怪怪，我是老师，小学教英语的。我叫走调，我是完美配音的正式员工。尾巴都翘天上去了，这位同学。我实话实说呀，对吧？前辈，你是什么职业？不方便说也没关系。方便，我是医生。网上好多人八卦都没扒出来，你竟然和风雅颂是一个职业。哎，你们俩没说过吗？有保密协议的，豆豆姐说了，不能透露完美配音任何人的私生活。而且他也没问过。是，我知道你注重隐私，所以从来不问生生的。你们是生活里的朋友，不一样。聊半天了，我都忘了倒水。你是喝茶还是饮料？冰箱里有可乐冰红茶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方便吗？要不我就进厨房了。又不是没见过。行。那今天我是这边的，就不陪你了。是。人真好，一点没架子。是呀，改天啊，带你转转完美配音，走来走去都是业界大佬，没有一个有瞎子，人都可好了。炫耀吧你就。我炫耀什么呀？要炫耀也生生是吧？5点了，我下午还有工作呢。哦，莫老师，我先回天字1号了啊！哎，这就走了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我一会儿有课呀。你不是早上才说没课吗？忘了。调课。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不用找借口走。对呀，坐。这是你们的地方，我只是客人。也是啊。过来。来了。你好。啊，哎，你们好，我是物业的，来修下水道的。哦，对，厨房洗衣机旁的下水道坏了。这边。好的。你们坐着吧，我来盯着。是哪里啊？这个是吧？这个。好。不止没架子，还是个大包大揽的靠谱好男人。哎，豆姐，那是烤好的面包。谢谢。好香啊！豆姐，咱们风老师家里需要补贴吗？怎么省？看出来了。每次点外卖横竖都要15块钱以下的，喝完的饮料瓶吧，非让我们丢在纸箱里边卖废品。还有他那个手机啊，都用了5年了，卡死了。买东西一堆打折的券，但是每次请大家吃东西又一点都不含糊，不像没钱的。他有钱啊，名配音演员，3甲医院儿科医生，还能省，他能没钱吗？那他这是攒钱娶老婆呢？我真的很少见有人这么省的。他就是从小的习惯啊。他其实对朋友挺大方的，就是自己特别省。念书时候就这样，一开始啊，我们不是很熟悉，了解不多，每次吃饭聚餐都找那种特别贵的地方，毕竟难得出一次学校嘛。结果结账他也什么都不说，特痛快给的。
直到后来莫老师跟我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生活费什么的都是自己打工挣的，平时过得特节俭。好男人，名气大，粉丝多，作品多，还零绯闻，而且脾气好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红过脸。他就是天生脾气好，当了儿科医生之后脾气更好。你说未来的嫂子长什么样呢？